小姐，请坐。很好，我母日参赞高兴，我托骗上官收收。上节爱，我需要向阿母的夫桥铺和西蒙之面试。好，就算向这家和向阿母的身份证认住无？弄得了，得很。向他申请结婚，妻夫户籍成本。两分。两婚那么，建议加申请结婚，后下真多亲属，能袂容错。我申请6分。好，请等一下。请问很甘地，我过来是爱开骨灰口是咩？向阿母预留我嘅财产无？我母就留一条土地，我只是爱去骗分国家信。好，我建议向我先开体检事务所，测量体质成本，佮过来去骨灰口申报遗产费，接得来也可以费健客进去。查望有无欠纳体检费和保费无？挑妹将佮开体检事务所，骗分国家信登记。人复杂，听起来真复杂，其实只要资料真皮切切，就清晰来骗。一礼拜内是袂让骗好。我知啊。离婚成本能总90克，也是妻夫户籍成本能总6分，请很请等一下。冇唔错。请能骗好啊？好，罗拉现。